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L 張，今日同大家睇下呢隻 AP 愛彼嘅 18K 玫瑰金全自動機械錶，試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喺1875年呢 Joe Louis Audimus 同 Edward August Breguet 呢，佢哋嘅目標就係挑戰機械錶工藝。咁早喺1900年代呢，愛彼已經製造咗具備310,000年歷嘅頂級懷錶，奠定咗技術派嘅基石。佢哋1875年喺納匹雪村莊嗰度創造咗愛彼呢個牌子，佢哋專注最複雜嘅機芯，成為咗業內公認嘅技術大師。呢兩位天才嘅製錶師當時立志唔追隨潮流，只創造極致。佢現在已經150年嘅歷史啦。呢幅手稿係由鐘錶魔術師 Gerald Janda 所畫出嘅 Royal Oak 嘅初圖形，喺3年前拍賣咗差唔多56萬幾嘅瑞士法郎。咁距今已經有50幾年嘅歷史，但係只係佔P150年歷史嘅其中一小步。是名錶10大嘅第2位品牌 Audemars Piguet。咁我哋欣賞下佢嘅做工，佢個底蓋係麥底啦，上面就刻有佢嘅系列嘅字母。咁佢配備一條鱷魚鉤，然後 Jules Audimus 就係創辦人嘅名啦。再拉多一格，咁你見到佢個指針係銅鐸，去調校嘅時間嘅。咁佢個筆頭係好靚，拆開俾大家睇。大家有冇留意到？其實呢個係 AP logo， 一個 folding buckle， 摺疊扣嚟嘅。同時係咁樣着入去穿入去，我可以扣住隻錶啦。呢隻錶係點校嘅咧？從皮帶咧，佢嘅兩地時間扣咧，佢係拉出嚟一格，咁去轉。佢呢個機芯係接拉出嚟一格，就係轉動佢下半部分呢個兩地時間嘅時針嘅指針，我哋喺度轉動。咁你見到當我轉呢個指針嘅時候，呢一個再細嘅小針咧，佢亦都會喺度同時轉動嘅。佢就係俾你顯示呢個 day and night 嘅，即係日頭同夜晚嘅顯示啦。我哋喺度扭，佢嗰個日期輪係唔喐嘅。如果佢上鏈咧，就係當佢呢邊咧個指針咧就會一路喺度俾動力佢。咁佢呢個 Power Reserve 嘅顯示器咧就會一路滿噶啦。咁啊扭到盡咗。咁呢個咧係日期圈，咁然後呢個功能校日期係要扭出嚟、拉出嚟，然後但係要確認咗嗰個時間係12點先，係啦，過咗12點，咁我哋翻轉頭再推翻上去前面，咁就可以校到個日期啦。呢隻錶就個調校方式一路扭，一格格咁推，咁就係咁翻轉頭。13毛14，點解今日同大家介紹呢隻錶呢？因為呢隻錶我哋做緊特價嘅，想話俾大家聽個價錢。咁呢隻錶究竟係用緊咩機芯嘅呢？其實呢，就睇過，佢係用緊 Jaguar 嘅889機芯改良啊。咁啊 AP 改良佢做叫2329啊或2846嘅機芯，咁就係呢一隻兩地時間嘅機芯啦。講到20世紀嗰時咧，其實AP 同 Jaguar 咧係亦敵亦友嘅關係啦，大家互相挑戰啊，咁啊鬥下大家咧就邊個整隻機芯可以整得薄啲，咁啊之後佢哋咧就直頭合作埋整咗第二隻803嘅超薄機芯。有幾大咧？同大家試下上手先，上一手個感覺先。其實大細都 OK， 一般 Just Watch 嚟戴係幾好。唔好行開住啦，最後會同大家講下隻錶嘅折扣。咁見到佢嘅定價咧係272,000港幣嘅，我哋而家做特價，只需要178,800， 272,000，咁係6五折多少少咁樣嘅個特價喺做到。CLS Comment Like Share， 如果已經訂閱咗嘅朋友都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，咁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就訂閱分享俾你朋友。咁你嘅支持就係我繼續出片嘅動力啦。